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释迦牟尼佛出生成佛圆寂同一个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非常特别的、非常吉祥的日子。所以今天念什么经都是并一万个，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开始非常顺利的。今天我们净明光明大圆满中心里面大家的佛友跟我们一起念经，一起做释迦牟尼佛的为萨的，这个是我们前生非常有缘，所以就是得到这个福报，现在也是跟我们一起念经为这些佛，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所以就是现在这个福报，我们也是要不要浪费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人生难得，我们人生是非常难，现在我们得到一个人生，我们不要浪费这个生命，我们要念经，我们要学佛，我们不要害众生所以就是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开导智慧一开的时候，所有的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亲，他是知道这些都是包括我们的父母亲，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这样辛苦就是我们不可以杀他们，不可以害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开了智慧，我才知道是这些父母亲。所以我们就是很多人想的是杀生是杀蚂蚁、蚊子壁虎蟑这些是小小的这些蚊子这些不是，这些的生命是看起来不是很重要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也没有学佛的人都是一样，就是看到就杀死。可是这些是真的是不可以杀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对自己看的有一个人来打我的怕吗？会痛苦吗？跟他们也是身体是大小不一样。第一，第二，他们也是不会讲话。真正辛苦是一样辛苦的。我们死的时候讲辛苦，那些动物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别人也就工作就是为这一档就说这个像咱们那
ha te ata Om Muni Maha Muni Y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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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众生的话，我们帮助一切众生更大的福报，我们自己得到的福报是更大的。我们要分享功德呢。